入夜之後，火勢持續蔓延，宏福苑8座大廈入面有7座受火勢波及，持續有棚架墮下，唔少單位冒出火舌同埋濃煙。消防出動多隊喉同埋煙霧隊灌救同拯救失蹤嘅人，大批消防車、救護車同埋警車在場戒備。有居民話：火警發生嘅時候冇聽到火警鐘響，冇響過，我屋企人都未揾到，我都好想知而家咩情況。有聽到外邊好像放鞭炮一樣，就噼里啪啦那種聲音，好大的。我親戚打電話給我說好大的火，我就趕快下來。有沒有聽到火警鐘？我是沒有聽到。消防下晝2點51分接報，宏福苑雲昌閣棚架起火，下晝6點22分升為5級。消防處話拯救被困嘅居民有難度。現場呢，其實有個別嘅樓層呢，都係個火勢都係非常之猛烈啦。喺現場嘅溫度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我哋同事上去進行滅火嘅時候呢，都遇到好高溫嘅情況。咁同埋咧，仍然有啲求助嘅個案呢，我哋喺樓層嘅上邊呢，我哋係未去到嘅樓層。不過我哋已經喺我哋嘅控制通訊中心裏面呢，已經再打電話同呢啲市民呢去保持聯絡。咁我哋一能夠進攻到上去上面嗰啲單位呢，就會帶佢哋去一啲安全嘅地方。死者包括37歲消防員何偉豪，喺救火期間失去聯絡，消防喺搜查之後喺宏昌閣對出空地發現咗佢。當時佢面部燒傷，送院搶救之後證實不治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對消防員殉職深感哀痛，並向家屬致以最深切慰問。今次大火係繼17年前嘉禾大廈火災之後，首宗屬於最高級別嘅5級大火。廣播新聞網記者賴佩玲報道。